现代第一版圣经希伯来书第8章，咱所底讲上要紧的是安尼：咱有即款的大祭司，伊坐伫天顶至大上帝宝座的正边，伊伫圣所就是真的帐幕底侍奉。即个帐幕毋是人，是主所带。逐个大祭司拢是为着献礼物甲祭品任命的，所以即位大祭司嘛一定着有啥物通献。伊若伫地上就无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祭司照律法得献礼物。因所做的服侍，不过是天顶帐幕的副本甲影像。拄照摩西要去做会幕的时，上帝有甲伊指示讲：你着谨慎，一切着照伫山顶甲你指示的模式来去。毋过现在耶稣已经得到搁较尊贵的侍奉，做较好的约的中间人。这个约是用较好的英文制定的。头一个约若无缺点，就无需要立第二个约。毋过上帝甲因指责讲：主讲看咧，日子得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、甲犹大家立新的约。这个约无亲像我以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，就是牵因的手，带因出来埃及的时所立的，因为因无继续守我的约，所以我毋插因。主阁讲：遐日以后，我甲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伫因的脑内，写伫因的心内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因拢袂阁教示因的同胞，也是家己的兄弟姊妹讲，着认捌主，因为因对上细到上大，拢会认捌我。我要赦免因的不义，袂阁记得因的罪恶。既然讲到新的约，上帝就互头一个约变做旧的，遐个渐渐旧得衰败的约，连米就消失。